我知道太陽爸爸都有幫迪士尼手用太陽能板發電，我哋一齊去睇下。香港特區政府喺2021年10月公布咗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，其中一個減碳策略就係淨零發電。其實成個香港迪士尼有47個位置，包括樂園同埋酒店都裝咗太陽能板。而預計去到2025年底，香港迪士尼嘅60個地方將會有超過8300塊太陽能板。除咗我哋遊樂設施嘅天台後邊安裝嘅太陽能板，其實我哋員工停車場都有一個太陽能停車場上蓋項目㗎。我哋一齊去睇下。你哋見到呢度啲停車場車位嚟緊會裝好400塊雙面太陽能板，除咗可以為80架車遮陰之外，我哋都可以做到太陽能發電。預計呢個停車場每年可以產生20萬度電。呢度亦都係全香港第一個同埋最大型嘅太陽能停車場上蓋。只要符合有關規定，我哋會俾全數嘅總樓面面積豁免㗎。處理審批有關圖則嘅時間，仲由現時60日縮到30日添。今次精簡流程係希望鼓勵無論私人定係企業都可以發展太陽能發電，我哋政府梗係最支持啦。原來香港迪士尼咁支持用太陽能板發電，唔怪得知太陽爸爸成日都對住個城堡笑啦。